直到了58分，我还有2分钟要迎向我的新年。台北101不管你现场已经好准备进行倒数了，而到全新的精彩看我，再出发，我们重新一起带大家拾起你的信心，我们大步的往前行。还有2分钟的时间，这次呢，现在相当多人拿起自己的手机，对着的就是台北101现场，也稍待一会儿呢，就会进行了这台北。陈冠伟，他们都是在今年12会在世界棒球小联盟赛事，台湾的英雄表现亮眼。新的一年，台湾英雄一定可以再创佳绩。18、17、16、15，准备喽！一起同手数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叶小球，内攻球，比赛所以有很多梦想，他是个跑人家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，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着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着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走得太慢，所以他用力的跑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早就习惯挫折，得不到该获得。他相信大宝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坏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再对大兵感到兴奋，但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。不可能的任务，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，可能他只是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
精彩的2025跨年烟火，让世界看见精彩晚。也再次感谢